毋过有人讲，加在你负责，会当面比咱较惨。啊，毋过有人做比咱较成功之所以，啊，咱来见贤思齐，对不对吼？哦，以咱义和道场来讲，咱就发现老菩萨的佛堂，有做者佛堂，咱即帮老菩萨咧单处咧运作咧摆，毋过伊咧注入无一定做发心。哦，慢慢的听一寡佛堂，因为老菩萨身体不方便，袂当摆啊，还是伊规空去啊，佛堂被迫停下来，甚至修改。哦，除了等修改这件代志之外，我们还发现，年轻的这一代对咱即马道场的修办的认同度不高，这拢是一种危机。面对这个问题。咱要安怎去做？咱若选择逃避，那么这个问题就悬而未决。面对的时候，你也要发觉问题关键伫个咱敢爱找出来，找出来了敢爱去解决。啊，解决的方法若对，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解决的方法若是唔对，也是无效，这个问题敢解决，就袂当解决。哦，当然，咱希望咱找到正确解决的方法，但是啊，怎么去做？做了了，敢有一天两天就会解决了。种桃三工就要生桃，哪有可能？收桃三冬就要收粉，哪有可能？无可能吼！你解决道中的一个大问题，敢是三句两句就咱解决，三个五个出来就会咱解决，拢毋是啊。毋过即个问题，咱即马若无爱去解决，未来会愈来愈难。因为不只是道场面对即个问题，咱台湾即个社会，咱嘛拄着老年化的问题。对社会甲咱道场都得共同面对台湾越来越高龄化、越来越老化的问题。以后啥物人要来杀道务？拢去老菩萨上道路吗？他们这个当年轻人懂跟他讲，咱敢有想着希望后一代人来咱接棒，希望要咱怎在咱接棒？这一段我甲咱探讨这有可能，会较很一点的跟各位面对面的去省思。去思考，咁好，当然，会当接受的，咱就尽量去思考，要怎做，想去做看卖，无法度等待成熟的机缘，安尼咁好因为会去摕这套理论，甲咱做一件讲是，阮有影有去交流人较成功的，人家一个活动出来几千个、几万个，拢少个。咱以后上莫讲几千个、几万个几百个，咱就无把握。对不对？为什么咱有摘掉？那一定有咱值得咱学习的方法，甲关键成功的关键的所在，咱慢慢的思考、探讨看卖尼义和道场现在出现年轻世代愈来愈无去、愈来愈少的现象。有主要是自然上那么少子化，所以咱就迄个，毋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咱讲其他的原因，或者头先讲有足侪年轻世代的道亲无认同咱，无认同道场。你看这是，咱家己开始咱的注入，咱的足亲近的人来招咱道场修办，因为啥物台湾拢无爱，到这感叹。有，都遮歹修吗？都无好吗？因为咱无感觉修着是一定爱的，也是咱的囡仔无感觉修着一定爱的，也是咱亲朋好友无感觉修着是一定爱的，只有赞成无人。咱家己就感觉修着无一定爱的，我都咧带学生，咱有这感觉。要招因的少年人来道中，讲免啊，阮的囡仔
仔爱补习啦，吼，爱课业啦。较大个，阮的囡仔有家庭，爱顾囡仔，爱有事业啦，迄较重要。啊，咱着咧有闲较来，吼，有闲较来，有时间较来，想着较来。安尼就是伊要认为修道这件代志是一定爱的，食饭到一定爱，趁钱到一定爱，出口到一定爱。啊，你要较啥物款的层次，才能体会到修道是一定爱的。每一人的赞处无共，体会无共。一般平凡的人，伊在乎拢有形有相的物件，在乎物质的物件较多。所以赚钱对来讲一定爱的啊，身家立业一定爱的啊，这种世俗的人咧想的，咱咧讲的凡夫的见地，吼，凡夫的看法是安尼，凡夫平凡的人吼，讲得无好吼，凡夫的见地吼，或知见是安尼啦。毋过修道人，伊就是有爱甘于做凡夫嘛，爱超凡入圣，哦，咱无爱做凡夫，咱就爱超凡入圣。啊，要超凡入圣，咱的知见绝对袂只有凡夫的知见，伊见点一个观点关键的迄念头。叫做菩提心，发菩提心是足重要的吼。啊，若简单来讲，叫做发心啊。这个发这个想要超凡入圣，这条心是足重要的。简单来讲，我无甘愿可以六道轮回啊。我无希望继续搁伫六道轮回，我就发出这个超凡入圣的心。比如讲，我这种痛苦的啊，我病足严重的啊，我想要治病啊，我就想要去找治病的方法，会用加药啊，去看医生，对不对？啊，先发这个心，我要治我的病，我才会采取这个行动啊。哦，想要治病的心有法啦，较有去找要去治病的心有，对不对？哦，听讲某某医生诚好，我就去甲讲哦，对不对？迄行为较爽。啊，你有即个行为就一定成功啊嘛？佫无一定好讲的。歹势吼，去挂320号，对下早等到下晡还袂看到我，无时间煞，我来找别个医生。安尼错过一个鬼，哪有可能？有啦，即病厝内拢挂足侪号的吼，愈出名的医生愈歹挂。挂一礼拜后挂无，2礼拜后挂无，挂到3个月后，我讲咱3个月后才来治的，无法度。我只有先找一个有闲人甲我看医生。虽然我有采取治病的行为，不过我敢有找一个会当治我的病人，所以我敢有信有治病有成功无？无一定。对，即个咱甲咱治病，即个医生是咱的贵人，是不是？啊，若修润即条代志，我想要出离六道轮回，有即个心哦，我就爱去想要行动嘛。啥物人会当教我出离即个六道轮回？迄叫做法啦吼。求即个道，就是要求即个方法啊。我若无求即个方法，我安怎做可能拢无效。啊，咱有求着即个法人，民书一致有甲咱讲即个方法啦。咱去求道就是一种行哦，毋过这是一个初步尔，求着即个法，然后爱受着，对不对？所以求着道了爱修行修道，较有可能成道。啊，啥物人牵你来求道的？就一个贵人叫因书。讲较侪个因果书啊嘛，若无因果，咱要求道可能无即个因缘。第二个贵人来，咱有民书甲咱指点。第三个，咱上天有教道，
这拢是咱咧讲求道有自然嘛，对不对？这自然的任何一难出来，咱就可能无机会求道。咱正认为咱这自然都无发生，咱都求道啊。过来就加入修行的这个部分，咱就咧行动。哦，是这样了解。哦，啊，咱要希望少年的来修办道，爱心互伊想要修办道的心法，对不对？啊，无伊敢会叫出来？未免更加叫出来济咧，啊，心闹杂，闹想要听，无要听，所以这个行吼，够效果，有无效果？好，咱来思考，要安怎得到咱年轻世代的这少年的心，伊会发这个心想要修办道，这是重点嘛，咱是关键。咱要安怎做，安怎讲，较会让咱少年的一代发这个想要来修办道的心，对不对？哦，第二，伊有发这个心了，伊会行动，伊想要带入来运动来修办道，伊敢有障碍？我头仔讲的，上少两种障碍，基本的啦。第一叫做家业，家庭啊，家庭安怎某囝安怎讲，爸母敢爱友好，这叫家业。这个你束缚的，甲障碍的，会阻挡咱来修办道的时间机会，对不对？我若一天投入伫我的家业吼。足侪时间，我着修办的时间就少。所以过去翁是讲叫你爱出家，啊无这家会咧绑条。第二个业叫做事业，少年囝叫做课业。功课啊，读册爱有课业。我要去补习较重要，要去读册较重要。要去拼做头路加班较重要，趁钱较重要，这就是事业甲课业，对不对？伊敢会主动成为主动咱来修办道的原因，有啦吼。所以业，你若无领悟哦，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叫做业障。修行咱体会，咱清楚。这两种业是咱凡夫最容易修办到的业障，这两大业。啊，咱若属幸运的，我家业无甲咱障碍，我事业嘛无甲咱障碍，我有来投入修办道。第三个障碍就是这个，我有没有发心要来？我足用的啊，我嘛啥物机会拢会出来，我就是无爱来。这叫做知障所知的障碍，因为我认为修道无重要。于是产生了我踏进道场修办的障碍。是这样，所以我要表达的啊。啊，咱要安怎互咱的囡仔知影讲，我哩所知外知见，人家修道很重要。就是这个东西对我而言，一定非常非常重要，一定不可以少了它，不然我的生命白过了。为了领悟这种的道理，往前各种道理，爱咱年轻人是咱修的看破。而人世间你所看得到的物件，都是万般带不走，唯有什么？业随身。这个是一样，这你怎么做一样？业随身。伊若体会出来，我即摆人世间所拍拼赚的钱，我这个家庭，我事业赚的钱，我身份地位，我拢带不走。只有我造的因果的业会带走。安尼，伊就爱知影面对伊的因果业。啊，我要安怎？我带走的业是好的。
我爱要修道，对啊。所以你修的人爱对死后死后，代志爱愿意去探讨。那我为着我希望我死后要去天堂，要多入去天，莫搁去六道轮回。我爱知影当时爱做，活着的时候要做。生的时阵，咱就爱做处理六道轮回的业，进行了吼。这若无即个知见有，伊敢会发心想要来修道，不容易。所以第一个课文障碍，就是爱对伊即代只，互伊认同。啊，毋过咱的囡仔吼，咱的后一代之间安怎来？咱为什么咱会知影物件？细汉爸爸妈妈教，较大汉的是怎啊？老师教，搁较大汉的朋友做着嘛，朋友安怎甲我讲我安怎听？啊，来就是媒体、电视教、电脑教、手机啊教，拢只咧教咱人知影啥物物件。即摆手机啊多厉害啊，晓得？查答去估一下，啊就甲你变出来。即摆有较新的啦，叫做 ChatGPT。啊，迄个电脑讲，我想要写一个啥物论文呢？吼，我需要啥物款的论文，你甲我写一个，几秒钟，啪写出拢写咩啊？迄个人工智慧，哦，即摆已经愈来愈先进了，最近终于出名了。只要你强的物件会影响咱的之间的，因为我若愈信任电脑，我拢找伊啦。当咱的囡仔看即个手机啊，看电脑的，比愈来愈悬的时阵，伊敢会听咱讲？伊讲啊，你免讲，拢比你讲较好，我袂听你讲吗？我去电脑学的比你讲较深嘞，比你讲更较先进嘞。咱甲囝仔讲，你看手机也好啊，你看电脑也好啦，歹势哦，你做代志无法度处理，但伊电脑做拢会通甲你处理。伊家己电脑做就家己起一间厝。有时哪有可能？有可能的。那个电脑就讲，我家己做互你看，我伫即个地买来整个到起啊，我家己一个人买母，还是阮翁啊、阮某摆斗开始，阮两个人起一间厝啊。人要一间厝，我一千万，我咧母200万，我就做好啦。人伊学来的，伊看电脑的影片，伊就学来的。迄伊嘛毋是老师教的，嘛毋是伊的同学甲教的。所以人即摆少年囡仔要知的能力比咱较厉害。啊，知就做好啊嘛。知识的。知咱会发一个心尔，无代表受了好尔。啊，咱少年囡仔无敢会去点讲，人咧讲道理的影片。无一定，互我伫学界内底做一个少年点嘛，我点 YouTube 的影片比咱较认真。从我讲哦，这个陈国文老师讲的什么真不错，分享给咱啊，拢这少年甲咱讲的。咱个才过来逐工伫遐咧点 YouTube 要看迄讲道理的影片。我寄一来听陈国文的片，我听看卖，听咧哦，袂歹哦。比如我讲，这个佛教的法师讲的道理，较甲咱一贯道讲较来才共款。是毋过着啊？你是毋是咱一贯着修炼过足过，啊，怎跳去佛教？咱安尼想，有足侪观念较接近。我嘛有可能这老师人伊嘛看其他的影片，伊了解咱一贯着安怎讲，伊感觉这了解人个实际修。咱嘛做了一贯着的地做去看佛教的道理，去受佛法，像我头头讲一个好了，伫道场通常有咧讲足侪佛法逻辑。无咱去点咱听下切看嘛，了袂歹，对咱的修班有没有帮助？有，知见有帮助。啊，一定要有知见，大概起一个心，要去修班哦。啊，啥物人影响咱这后一代的知见？真正拢手机啊影响因妈。咱前辈讲的道理，因真正拢袂接受吗？你若问即摆来管理道场的少年啊，应用因来道场修办的，通常不是手机，不是 YouTube 的影片，不是陈国文老师叫伊来道场修办的。
对不对？啥物人甲牵引出来？姑且称为隐私，咁好。求道爱有因素，要来道场修办道嘛，有甲你牵引来到人修办道的因素。这个因素让他愿意被他牵引进入道场修办道。所以我们各位学姐愿意当这个隐私吗？当然。咱一个牵一个就好啊，我拢引一个年轻的人来到场修办道，在座的人拢牵一个，后请开这个心脏紧张班，砰，无啥够济。前人讲这个力量啊，一个带一个就不得了了。我咧想吼，我若要创造一个分身，30档，我就开心一个了。啊，无咱家己主路，我牵一个就好啊。我以单团独修，牵一个就接我的棒子就好。对。有啊，我讲啊，这个就来道场听道理，来修办道，来参与运动的活动啊。啊，无讲有啊，啊有头啊，好听啊，有对你来啊。啊，尾仔讲继续来第2次、第3次、第 N 次，有啥物无？问题处理对。有时间吼，前景发表告诫吼，这有机会前景师弟啊交流，而且给咱活动，互我来咧发表或者看法，互咱大家脑力激荡，强看卖啊。有啊，我有要牵引阮的年轻人，如果我爱牵去对阮的年轻人，看他们喜欢留下。我牵他进来了，却留不住他，留不住的青春，青春留得住吗？年轻世代留得住吗？被按照者才能留住我们年轻人。如果我们没办法留住我们年轻人，那当然看不到年轻人的道场越来越多。啊，这问题是咱牵引的隐私的问题吗？或者要成全一个人，只有一个隐私够不够功利啊？要成全一个人，靠一个人拢够好，拢爱众人的成全。今仔牵伊来遮，讲师就是咧成全，对不对？伊若听会遐，伊就坐掉。除了你陪伊入来了，这个讲师讲了听遐，后且你搁较少伊就愿意来。啊，这个讲师讲的伊就害头，开始困。伊要叫我来，无来。就算你要搁陪伴伊来，要甲牵伊来，伊嘛无爱来。这个就是产生伊的障碍，另外一种障碍哦。有啊，我有接受你要来到小办道啊，不过我所看的、所听的，甲我所想的无共，疑惑就出来啊！对，这个疑惑的产生，另外一个障碍。伊开始想啊，愈想愈多吼，迄叫做失我。这种的疑惑障碍，你要搁甲招，就愈来愈混。啊，到底伊是看到啥物，互伊产生障碍？吼，咱来看问题对，感觉吼，这或许第一条或许讲的啊，学业、家业，吼，这事业甲工地。会当来就是拢道中的人的问题。来到道中，感觉恁规矩够多，到少年家己甲你讲，你道中吼规矩够多，拢无自由，动不动就互你念，敢袂安尼？我讲要听你这声音，有嘛？啊，啥物人咧规定遮侪规矩啊？规定遮侪规矩，是咧成全咱的少年，还是咧考倒咱的少年？所以，新道新来，你若甲讲一规定规矩，你敢斗会了？袂用。奇怪，咱对新道新，咱就袂甲讲遮个规矩，对不对？啊，不过咱对咱少年时代袂用。啊，你爸爸妈妈都道新啊，你老婆啥，你煞毋知高中有遮规矩？
但是我本来我阿教，伊若有阿讲这个语，我早就来了。是安尼，我是安思考。第一，有可能要甲要规定做规矩的，你来遮坐人个，毋过听了袂爱听。啊是听叫你叫我这个班来参班，那个班来参班，第一班参班5、6班，这个勉强入班。我明明就真无用啊！迄凡是爸开，去年个手办就较重要。一个人开始咧发心嘛，就众人叫伊来出来了我，因为太欠人才对不对？我要看出一个年轻人稍微发心而已，中心嘛要用，电影也要用，大家拢要用，啊会让你用你当，就给你课得呗。啊，这上面人爱来帮忙助。我当初伫学这咧参班的时候，我定拄着一个问题。阮单位前人讲，啊，严老师那足久无看你了，咱地方的道上的班，啊，我就甲笑一下讲，啊，都足无用。啊，你咧无用啥？你嘛久看，咱就是体育班时阵啊，你嘛爱人扶持一下。我算咱看吼，时阵咱一礼拜一下，体育班这一个礼拜嘛吼，一星期。体育班1个月1次，无足多啊。问题咱哪些2班尔？我去文理班、三宝班、经济班，什么班，烹饪班买学生的吼。啊，你足重要的，你还说无来？我拄仔这班阁有团的呢，合唱团、国乐团、生舞团。我有志工队，我有学界吼，你甲算起来，大家班拢要叫伊去，先搞一晚的时间来参观，参观这个要不要计算？啊，伊若歹势甲你拒绝人吼，啊，就即个叫我来入班我就去，你叫我去做啥我拢去。愈来发觉这个少年感觉一个障碍，我愈来愈无用啊。我毋知要安尼甲拒绝，毋过有一天会去互朋友，你爱甲拒绝我，我实在无遐侪时间，恁逐个叫我拢来。啊，就这妈妈甲我较好，我歹势得是这妈妈，这妈妈叫我去我就来。啊，费用领伊甲我较袂晓，也是费用领较好讲话。歹势，你我经济无用吼，好，啊，规咱讲无紧，你厝无用。啊，一摆会当拒绝，两摆咱拒绝，以后不用咧，我拢甲拒绝。敢袂安尼？咱少年嘛安尼啦。啊，这妈妈哦，我感觉足无用，啊，拢惊我走去，这妈妈用足侪方法咧。啊，尹老师来啦，这有好料诶，哈，安怎吼？迄嘛用这种方法，我讲是这妈妈了不起啦，哈。前辈干部人才要维系人才来办法，他们有想尽办法，希望你给了调落去做来，书实在太多了，干嘛人做？哎呀，爱人我爱掌握人啊，后尾人开起来，叮当的心态来嘛。上简单就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来开玩笑哦，互伊食好，咱做体验对做好诶，咱定定拢会来做，啊，有甲肯定甲赞叹。毋过，真正是看到愈来愈多，咱的年轻人被迫面临这个所谓勉强入班、勉强来到场参办的问题，因为伊愈来愈无伊家己的时间。就这样，你敢有感觉咱敢有感觉咱足无用？为得风险拍拼、奉献打拼，算算了一礼拜。都有诶，占50%以上诶业绩，每一天吼，一礼拜算7天啦吼，咱有3点5天拢爱来到场诶，有出来到场就算业绩1万以上，啊，说业绩啊，其实做出来啦，对不对？1万拢离到场，啊1万干嘛留伫厝里，来事业，这值得思考。
讲袂因为伊爱来修办到这个甲绑起，这个甲绑起，看得开放得下就没有问题。不是，他们还没有办法。你要甲新德清安尼讲，伊敢会放得下，看得开？没有。我想要讲的是，对待我们的年轻世代，也请把他们当作新道亲。就算他的爸爸妈妈是联合司理任、高层重要干部，他仍然要被当作新道亲一样的对待。换一个角度，我们咱对待新德清，咱嘛无一定看得成功。咱若家己我老看一个新德清变成好的人才，咱有可能嘛，我老看一个年轻时代变成好的人才。所以咱若我老家己新德清嘛，咱培个看他变成好的人才，咱就有会差不多有能耐，咱家己年轻时代可能成为一个人才，迄个能力拢差不多的。关键是咱对待伊的心态。我知你新德清，我袂甲你苛求，袂甲你派做做工作，惊甲你惊入课的，惊甲课的，咱会放入对新德清身上。毋过咱袂惊刻到咱的年轻世代。如果咱面对新德清懂得战战兢兢，惊甲刻的，咱就袂乌白甲责备，袂摊派上的工作互伊，袂勉强引导班对不对？毋过咱面对咱的年轻时代，咱有当时有这个同样的思维，于是乎不知不觉中，年轻时代离开了道场。83年到7嘛，我们曾经看过义和善人年轻世代，以辅导团的时代上辉煌的候选名单至少200个。如今那200个年轻伙伴，有几个到义和的道场，无到100，甚至无到30。我为什么这个感叹？咱毋是无少年人。我们也曾经凝聚了好几百众的年轻人到义和圣堂去。他们被考倒是因为在义和圣堂被考倒吗？还是在哪里被考倒？值得各位慢慢去想。再每一个人3档5档无一定成功，考倒一个人3步的就好。如果我们没有用战战兢兢的心态去面对新道亲，面对年轻世代，要甲栽培这人才，成功率就低。我安尼讲，我足责备的感觉，歹势啦，或者互相勉励安尼吼。过来是明明道理听无难懂，这里个难懂包括讲的伊感觉做袂到，你讲的甲你做的无共款，因姑且都用道理难懂，其实笑在心里。道场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很多。你敢会当得到年轻时代的认同？不容易。讲年轻，或者改成新道亲，大概也是这些地方的。来讲人事问题有无？人事是会多不多？多。过来没有舞台。或者讲舞台，我进来听班，进来做服务。我们的年轻世代、新道亲都是有当班员跟服务人员，其他的什么时候有机会？以目前的体制，没有历练来这办到上下各单位有让每一个学过办道理的人都有平均的机会。还是固定都会固定在这上下的，我都拿到这3位、4位、5位、6位，这是一个问题在显示嘛吼。有几个人有机会？我有念过3宝班啊，我有机会徛去台下念讲3个。有几个年轻的世代有这个机会站到台上讲3个？你要等伊等到几月才要讲3个？我就练啊，我是讲的啊，你过来，我人才教要读过呢，你就不给我机会。你说你自己要争取呀，排谁在排？如果年轻人跟你争取，往浅显慈悲，这一次
三宝，让后学学习，看看大人思维啊，后学要够的那种思维。如果你不给年轻人机会，他学了三宝无用武之地，他就忘了。啊，伊若机会通用，伊敢袂甲忘记？袂啊，听讲明年都讲三宝啊，摆三场咧。哦，莫讲做三场就好。我看那个三宝，甲卖入去，免咱讲免咱甲卖入去袂啦。因为伊要应付那3场讲三宝的任务，对不对？如果今天爱强单位有30个学过讲三宝的前贤，每一个都可以讲3场，代表爱强要办90次的道，每一个人平均都有3次的讲三宝的机会，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么做，只让少部分的人来讲三宝，培养了这么多年轻人去讲三宝班，有意义吗？年轻人会怎么想？你哪个叫我来听呢？你有没有我转无落过？这个叫做没有舞台，可以接受吗？年轻人有没有机会开花？所以今年或许不知道啊，爱想要去泰国开花，要去台北、泉州、青岛开花，安排过几位年轻世代人出去，几位哦，有几个人有这个机会跟着去泰国、泉州、青岛、山东啊开荒的行业。你著爱做好诶，条件在我要带你出去，袂出去丢脸。请问生下来就会开荒的吗？就是很好的开荒人才吗？教了就会吗？不是的，对不对？要不要给机会？要不要给舞台？要，请各位钱多一点耐心啊，给年轻世代机会舞台，你才能够培养他成为优秀的人才。那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去开荒？是不想，还是他没钱，还是他没空？原因有多重，我们慢慢帮他们解决，就可以促成他们出去的机会。一波期，南星单位曾经新贵姐的伙食团被勾连的应该去泰国顾问，要去跟那个大学生伙食团交流。要出10几个囡仔去，大家都大学生，坐机票，尾厝敢卖钱，出去地点要怎安排，对不对？新贵姐做主意，机票你不用烦恼，我来化缘。你敢知新贵姐去上化缘？你敢点的施工点是，我想要启动化缘，把我们这12个年轻孩子、大学生送去泰国温大，跟那边的伙食团大学生做交流。我有机会学习开花，我可以启动化缘行动啊，点的是功课啊。新会就开始讲，这点的是找人往前人讲，我这个新会姐袂歹，要带10个囡仔去泰国的，伊要启动化缘行动，往前人哪人知？我觉得你就从口袋退出来，我感觉3000块，马上说3000块，或者第一个带动捐款。那在座迄几点的是我想到了，各位点的请慈悲加入捐款行列。每一点的是扣底下贴了啊，迄天黄千人就帮忙募了10万块钱的机票钱，那个没了哟。这点是栽培学界不容易，回去如果有机会，请有一点钱的钱赞助一个摆后，搁50万的钱哇！新贵人听着王千人开嘴帮伊化缘的60万，扔在那边。我12个机票，敢就60万？对，这叫做行动力。王千人讲，钱较欠的，伊要随便开荒做基金，人家是这样的典范哈。我们什么典范？思考一下，对不起，或许不是责备我们没有学人家做这种，我们期望我们的年轻世代变成开荒人才，看得到结果吗？我们要去做，好不好？如果以上的这个
些因素都出问题了，我们要渴望年轻时代在道场人很多不容易，必然我们会面临到一个结果，叫做断层问题。那我们来省思呢，这6个原因，有一个我们比较难解决的烦业的牵扯问题。可是只要通过知见的教育，年轻人会量力而为，拨出一些时间来道场修饭，我们就在成长。我们不渴望你马上众圣亲返，但也希望你对圣业开始投入，这样就有希望。我们来省思呢，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少？是不是显示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封闭？这个佛堂来入班的、来进出的人都固定这一些人，新增的人很少很少。我们虽然一年点了600众、1000众，有哪些新进人进来这个道场学修讲办？比例高不高？不高。这个就叫做封闭现象。标准从数据做看，其实较老的这几人，它有扩展性吗？开拓性吗？没有，它是封闭的一个单位，一个团体。要不要改变？该改变。当道场越来越封闭哦，还会发现在座的这一些道心的道心也越来越隐微。因为就拢咱这的人尔嘛，其他人叫袂出来，伊会愈来愈唔敢去叫。伊会想我叫嘛无效，无就叫来啊，留袂掉，伊就愈来愈袂去继续去做牵引别人进入到学修讲办的动力驱动力。这就叫做道心隐微了。那怎么办？除非各位愿力再起，重新提振起来。今天我们如果自己愿意再发一个愿，好，我要改变，我们要开创一个年轻人适合的平台，我去牵引年轻人进入这个平台，留住年轻人，这样努力耕耘耕耘，不要久，1个月1次的班，让年轻人来这个平台凝聚年轻人，1年、2年、3年、10年。就会看到一根一根的年轻的幼苗慢慢长大，说不定有变成了树枝、大树干啊、大树枝，对不对？大树啊，各位现在可以体会后面这些概念。那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我们开了喜悦班，这一些，我们叫他们来做什么样的一个疗院，算不算凝聚年轻人的平台？算不算？如果算，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不算，年轻人只是过客，因为他感觉这不属于我的平台，我不会想留下。你讲啊，做啥呢？跟是年轻人的心声啊。咱家己做女啊，叫你过来入什么班，伊老的来，迄阵伊会感觉这个是属于我要的平台。哎呀，还没掉，伊就心态讲，这不属于我的平台，我就走了。如果我们要把道路做得好，领导者、前辈者思维要不要改变？要不要提升？或许你讲一下有点硬开始一切要改变要重新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办的道越来越狭隘，适合这个平台的人只剩下这些人，大部分的人不适合这个平台，于是乎留不住大部分的人。看到的现在就是道场越办越老化，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道棒责任重大要自己愿意先握住，然后有信心，然后要愿意成长。如果要握住这个道棒，是把年轻人带进道场这个道棒，我们大家一起发愿把它握住，好不好？好。
年轻的世代要凝聚很多事情，要不要从头来想？没有改变呢，因为现在的平台真的不太能够凝聚年轻世代，这个是残忍的现实状况。如果不重新设计适合年轻人的平台，我们就不容易留住年轻人。可以接受吗？好，思维一下啊。好，那我们要把这个年轻的平台做好。我们发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各单位大概都没有足够的条件。所以83年以来，我们发现学界几乎都要整合在义和圣堂。可是我们义和圣堂办的营队办了很多年，年轻人在那边比较容易看到，在年轻的营队、年轻人的办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年轻人啊。可是回到地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时候，年轻人有没有那么的模样呢？就又没有了嘛？为什么？因为地方单位没有一个环境跟条件，营造出年轻人认同的平台啊。那为什么地方没有这个能耐？因为各自努力，分得太清楚了。一个爱祥单位就分了至少3个，台湾就分了3区，花莲、土根中影以北、中影以南，至少就分3区了，至少3位领任了。然后各自努力，各自的学界的孩子整合性好不好？不好。你各区的里面派出来的讲师适合讲给学界年轻人的孩子听吗？不一定适合。今仔日啊，3个讲师吼，有2个讲师听的拢听袂晓，勉强一个听得掉，各位觉得留得住吗？可以拢爱想啦，好不好？哦，既然咱想要成全这群人，咱就爱为因需要去设计去拍算，安尼咱留因会调嘛，是不是？第一个组织僵化，年轻人要打入我们道务干部群太难，没有机会历练道务的班办、道务的操持，甚至经营一方道务。或许在去年跟崇慧领任去交流，正和书院张在兴讲师里面正有佛堂。张在兴讲师有一个祖囝20几岁啊，大学4年级，伊甲阮催问，阮祖囝话你知影？伊伫高中就让伊带儿童读经班，大学带阮大学，阮正和书院志工队。他现在24岁，通过讲师认证，22岁，伊已经办一个班，做领班，带出一票的年轻人做他的班。他带志工队办儿童读经班，办那个什么什么营，跟学校结合的读经营，是吧？都他女儿就可以做了呢。因女儿20几岁，我就鸟讲22岁我在干嘛？我在当听众，我还没有机会办营队，我还没有机会去办儿童读经班，我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当讲师，我还没有机会办一群这个班都我在经营的，我下面有一群干部团队共同经营这些年轻人的班会，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那如果年轻人不错，依我们现在的体制，没有这看走掉那里，各位觉得几年会冒一个？义和上了这么多年了，黄崇辉是例外，累计期间当领任，其他的单位几乎不可能，这是残忍的现实。有点呢是哪个迄个会世英雄哦，一心的学界单位都无机会。我安尼讲下，跟咱摕个好势力东西，举例安尼，我们爱想有这个魄力吗？如果我们的组织一直僵化，年轻世代不可以替来历练这种技巧。过来，咱叫年轻人讲什么？听课，
听课，开足侪班拢听课，升前班、启慧班、三宝班、文理班，几乎都属于听课文化的班。敢有咧做？风清敢有带少年囡仔去做风清？伊若叫袂出来，还是你要甲安排？有啊，安排要创啥？我18岁访一个60岁的，那有恰当？不恰当。我18岁去访一个15岁的，恰当。前辈为什么不带一个18岁去家访15岁的？叫伊是传承下来，作为咱的风清，那风清大三岁。而且咱前辈子在安排的过程里面缺了一些适当的思维，或许咱那个在之前让了解过来强调绩效，重数字，重点击，或许比较那个。你好，你来有什么班？这个是数字绩效。某某年轻人你启慧班有来录，成全班有来录，三宝班有来录这个文理班有班，优秀。某一人无三理班，一个月开来就一班尔，免叫这启慧班，安尼不优秀。你讲可能安尼来评断一个年轻人对道场的认同度，评断一个年轻人他的修道的信念好不好？我们是用这种来评断年轻人的。不过这两个人如果来论道哪一个会比较有道学？不一定。来论慈悲两个人哪个比较慈悲也不一定，都看不出来。或许要讲的是，所谓的佛堂办的事情，就是要度化众生的事。或许讲度化众生就是度人的心的事。绩效不等于度人心的成效，但是需要强调绩效，或许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深入来讲，不能只有强调绩效，要强调成效。我有没有度到他的心呢？我叫你去清口，清口愿立了，那个叫绩效。爱想今年清口愿20咒，那叫绩效。立了清口愿有没有等于人才在班道务人？没有。他是不是就发心愿意来班道务人？不一定。如果他能够真的发心成为人才的班道务，就叫做成效，好不好？或者举例所以求道人数不等于道亲众多。亲口人数多不代表人才多，前面的那个叫绩效，道亲众多，人才多，这个叫成效。思维在调整下，要怎么样达到成效？佛师尊的持续精进，持续精进，要强调，我们要开始讨论团结共生才能够有成效。要检核基层道路有没有扎实，一旦不扎实，一定有些人被忽略了。3、培训多元人才，让更多的人有发挥的机会，有舞台，这样才能够留住更多的人。第4个，转化佛堂工作的承接，重点在承接2个字的，两个该交棒，敢不敢交给他做做看？要思维。或许讲这个有点酸不过请各位请你多包涵。这按按去思维，才有可能突破。好，传承要永续我们来看这个图。易经说30年为一个世代咱用30当这个世代。那道场按你搞分60岁以上就是道一代，可以吗？道场的第一代，30岁到60岁道场的第2代，30岁以下到道场的3代。从头看，第1代就是常青界，第2代就是社会界，第3代就是学界。安尼名词，各位能接受吗？第1代是安怎倒来的？你拢60岁以下他求道了吗？不是，很多都很年轻就求道。代表以前道场有办法度学界的孩子，有啦。
因可能较早小拢17、8岁尔，用娘娘几岁求到？小时候就求到了。啊？读国民小学吧。国民小学就求到了，所以他从学界里到今嘛超过60岁了哈。这么多年来，告诉我们，道场是度学界的人，过去就有这个能耐，对不对？现在呢，靠谁来度学界的人？有呢，你们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教的吗？爸爸妈妈教的。啊是，教人别人教的，足细汉就求到，其实有，哦，或者知道很多浅显，伊拢人家姐姐去度啊，点来的呀，啊嘛留在道场，那从年轻就一直修办到现在都60、70、80岁了。那夜行的前行啊，他度这年轻人，安怎成全年轻人？现在关键精神基本上都有传承的啦，你知道？这种人思维，然后，哦，从入班的现象来看，大部分的班，包括成全班、喜悦班，哪一代的人数最多？第一代、第二代有时候，第三代很少。咱就把想这种三角形的现象，这种叫大脉在萎缩，看得到希望吗？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第一代以前他都是学界的孩子，慢慢上来很多呢？有的是他30岁以后才求道的哈。那为什么他们这个慢慢上什么到一代？经过几十年，为什么他没有一上？不而已，是因为爸爸妈妈道念坚定，还是道场的操办不受他认同？这都值得思维。以辉煌理论或的例子来讲，以及道化家庭的基础，爸爸妈妈很关键。但有没有不是爸爸妈妈度的、朋友度的、领事度的，他也发现也有啊。这些例子都指引我们去学习行事。那为什么我都度假年轻人跟传起来？啊，即摆要课上，较早敢有课道场开做侪班，用哪里组这种团队去训练这年轻人怎样？无咧，啊，即摆组织更愈健全啊，对不对？后年啊，你嘛有组队，有啥物团队做做奇怪的，咱即摆2代啊、3代算搞袂掉，我们出现大脉萎缩的现象。就是安怎？有年的爸爸妈妈很清楚的要成全自己的子女，这个信念强不强？强。起码30岁到60岁道亲了，敢有这么强烈的信念？那个给苏克，你爱想你来无啥怎样？你有注入啊？啊，你敢有做强烈信念，念珠以后跟着你修办道？无。实在虽然在意尊重伊，差别比较，为什么？第二个，较早医书足敢去度人的，足鼓励入来道场的，甚至伊要请教的诸佛家，甲教导。或许妈妈最早办伙食团的，这些烹鸡厂的小姐求到。无煞啦，就阮兜帮伊赶快来烧烤嘛，伊咧大，伊遐食，我妈妈就做好食，啊嘛无食啊做澎湃，啊就有人食就好。有偌济大姐倒去阮兜好势，伊也无法度算，至少3、4十年无可能。好势拢笑我妈妈，你是贤拜伙食团的贤拜，迄个时阵你就知影办伙食团。即摆要办伙食团的容易不容易？越来越困难。我妈妈嘛毋知影，新面办迄个伙食团。啊，嘛时间就少啦。啊，即马有相关哩有黄崇辉理论，黄崇辉理论的伙食团，现在偌侪囡仔咱知吼，度偌侪囡仔咱知吼。啊，伊遐讲三个的咧办的那些什么人咧操办？年轻时代，那个叫做年轻时代的平台。
给年轻时代有历练去办道渡人，办道理解执行，然后去讲三宝，给年轻人舞台平台。那我们爱想佛堂的这种年轻人的平台没有了，我们没有替他们想啊，现在要愿意想，从谁来带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第一代人自己很清楚，我一定要有个接棒的人，给第二代，第二代的人也清楚，我也有一个相等的传承人，第三代，人数一样多就好了。然后一讲起尾班坐出来，一半就换3分之1，刚好各代都1/3，安尼咱就感觉咱道场要老化。不过可能起尾班30位下来坐1/3，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他们不容易哈，批发一双得蛋哈，他们有些班看起有少年的人哈，大演讲。做我们的时候，郑武俊校长啊，蔡长军也是，你讲那大讲堂，谁拢老菩萨吗？不是，你会看得到他们的结构一定是比这个还漂亮。很多年轻的都很愿意去听课呢，展现这个事实的含义啊。他们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很好，但是这个组织持平，还没有红展，无断层那边，更加怕的。叫做道脉有拓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刚刚这间吼，一半以上是你报7、8张，拢学界年轻时代的力量，让他拍拍手，因为我们充满了生机。活力。啊，莫看咱即摆顶面咧说家伊咱道场60岁以上的菩萨很多了呢，咱要算做啊，爱上200个就好。对这个30岁到60岁的膨胀，400个好，搁落来啊，30岁600个好，还有一个是大脉拓展的图，200个拓这400个，它搁拓2到600个，这叫做成长。理论做好讲，要安怎做？你若要拓展，一个不是传一个，一个传2个。对，甚至传3个，因为第二代一个也传2个嘛，到了第3代要4个，如来如是，这个主师傅，理论哈，或许先搞开始，那快速的讲最后面如何才能够留住年轻人？要举用市场，念过去就好了点这一个红色的，人才很多。一定要举到适合的，这个具有什么特质？母鸭带小鸭的特质，不要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带5只小鸭就好。他一个人可以带出5个人，厉害，要有这种特质的，好不好？第二个，提供舞台，就像这个崇德那些大活动年轻人。第3个，培养人才，要培养年轻世代的人才，或培养人才可以去耕耘年轻世代的不起，8个。那我们要开始行动，1000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做对了，做就对了。那要怎么做才对？点一下，实习我本来要花更多时间这边，然后后来。